洪泰省等新竹山区，尖石港五峰坐台土石崩塌破坏放弃，在地5间国小明仔载停班停课。当然，地检由第3批流向消去予故宫精华等200多间业者，因为泰山甲中南的样本发现有侦查，爱搁调查。加拿大拉丁音乐节发生枪案，造成2个人死亡，警方怀疑是有人去冤家，目前还在抓人。 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2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那先赶紧来关心巴威洪台，虽然已经离开咱台湾，不过大水雨是严重损断新竹的山区，包括尖石甲五峰坐台土石崩塌，也有溪流爆化崩起，连苏马库斯的交通甲通讯嘛拢袂通。也若代替台湾线边坡有石头落落来，加在下晡就已经处理好势，恢复通行。 为了安全，尖石甲五峰拢总5间国小，明仔载要是依期停班停课。哦，不行，还在流。头尾高水唔那甲路引起部分路段甚至去土石流砍去。新竹县五峰乡真侪所在崩塌，全乡拢总507人紧急撤离，一寡所在电力甲网络全部中断。我出不去啦！巴威洪台带来大水雨灌入竹苗山区，11累积雨量苗栗南庄全台上济。过来就是新竹县的五峰乡有735.5毫米，第67线也因为溪水涨悬，地势路基冲蚀，道路大面积毁损。 我现在位置在67线的2K 左右，目前道路都中断了。这是67线的5.4K 旁方都有龟裂。 伫尖石乡累计有60多位有灾情，重要的连外道路第120线，宜兴大桥边也因为溪水涨悬，甲山区排水冲蚀，地势崩塌，各家通行不良，互人叫上第一部落的司马库斯那亲像孤岛。昨天到今天凌晨5点呢，完成第1阶段的一个抢险工作了。那等水退了之后呢，那我们会办理互救的这个工程。司马库斯居民有100多名了哈，目前的物资大概还可以维持到2天左右。 那我们也在密集的跟司马库斯做联系，因为尖石五峰真侪另外道路交通受阻碍，佮因为电路无稳定，为着师生的安全，县政府公告尖石的新港秀峦、石蕊、玉峰国小，也有五峰乡的桃山国小，5间学校13也是维持停课。 代替台湾线小火车铁基路伫惠山乡九庆坪崩坑出口，昨日因为山坪崩塌，去土石砍去。后个再代替透明抢修，已经一档通车。离我们内湾火车站就是内湾线的终点站，大概500米的地方。那刚好是在我们9重坪隧道出来，所以呢，这个视觉上面呢，因为从暗的地方读到亮的地方，可能有时候司机员可能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很容易发生危险。那我们将来要建议他。 这个隧道是不是可以延伸一下？否则以现在现况来看的话，随时还有崩塌的可能。冷泉正有名的北部乡本来应该是浸凉的好所在，不过经过洪台损断那边的道路崩塌，冷泉池嘛去土煤膏塌去，用看有超过30公分以上。有民众为得当走来，总讲真无奈，嘛也是落水小浸一下。对巴威洪台离开，县政府也是唔敢大意，表示会加中央专业资源，赶紧抢通，嘛呼吁企业会当多多填新竹县的农产。记者采访报道。 也若苗栗的山区灾情嘛不了严重，南庄的石壁桥未过，也若要去鹿山甲鹿湖部落的车路未通，有12个居民掉伫咧山区。另外要去温泉区苗62线，也有去大兴村的62之1线，4个拢有石头放落来，公所出动重机具来处理，希望下回会当通行。 路轨拢落落去，一撮真大撮。这是苗栗南庄苗21石壁桥路段，因为路袂堪要大水一直冲，山壁大片拢崩落。因为其他路段也互这个土石拢砍掉咧。因为我上面有那个，我就那边有开农场的，我要去看有没有怎么样。另外，301龙路也出现路基崩落去，对远的所在，因看到山壁冲出来一条沟啊，龙路因讲拢无去咯，敢若剩电火条啊，踩伫遐。当地民意代表讲，即阵。 当地交通是拢断去，内底要部落民众袂得出来。据了解，目前鹿山部落有3名族人，鹿湖部落有9名族人受困中。另外，伫124线24公里的所在，发生路基崩落，有遮的路基大部分受岩残，官府赶紧放一块互人看旁部，也有灌暗土，维持单车道双向通过。
也伫太安乡毋那前山温泉区的路放弃淹水，后山通往南山部落的大安联络道也出现真侪土石崩乱，造成真侪路段是无路过。当地村长讲，这摆风台雨落甲实在有够大，有够多。早上先架1辆桶嘛，晚上回去那个1辆桶全部满出来，我就没有办法测到底是多少毫米了。哦，因为那个1辆桶是350嘛。因为官府也讲，有天气变较好啊，安置伫南庄、泰安甲西潭收容所的这民众，拢伫下晡转去厝的。泰安乡的交通部分，公所是利用礼拜日时，对着通往大兴村的62至1线，也有通往这个温泉区的62线，赶紧来进行抢修。人不多，只不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道路赶快抢通之后呢，他们的生活就比较方便，也不会造成乡亲的恐慌啊。在北岸啊，哈，因为雨下太大了，那些坍方也蛮严重的，变成两边都不能过。温泉区的业者是讲，当地业者甲游客暂时安全无问题。也公所是讲，62线有下礼拜暗时会使抢通。不过这几天山区土石也是真无稳定，民众若是无必要，尽量莫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因为风太外围环流，高雄的山区雨是真惊人。桃园高中里2天累积的雨量有达241毫米。地处南海公路圣景桥下底暗坑，因为大水规个放弃，连桥嘛塌落。也那美兰部落边仔的边坡放弃，大量的土霉水流入去人的人家厝，造成损失。暗讲算过山坪，土霉瓜水一直流落来，包围风台外围环流，也为高雄山区带来真大阵雨。地处桃园区南回公路3段的圣景桥，下骹暗讲和大水冲派。圣境桥是方便施工跟紧急联络的一个道路，人员的进出跟一般车辆的进出是没有影响，但是在工程的部分，30吨以上的车辆就有影响了。桥面因为大雨崩塌，工程车无法度通过。高雄市政府评估山区的雨量恐惊有250毫米以上，宣布桃园、南马乡、武林、嘉兴也有6区12停班课。气象署统计，桃园高中里2天累积雨量差不多241毫米，大雨地区美兰部落一个山坪土石崩落。昨天来那个土都在中间嘛，还有加一点雨的时候就直接就冲下来了。单筑墙一定要加强，还有这个水沟方面要清啊，水沟最重要。土霉哥注意甲土石冲入去民家农舍，好佳在自好前一天烦恼的危险，家己撤离，才无造成伤亡。12透早处处找怪手来协助清理，看真侪农机具去互土刷砍去，农作物嘛冲了，处处一家伙拢真唔甘。抽水马达那种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就早上就马上就是请告我们这边有那个刚好有人有自己的那个机具，所以我们就马上抢先用啊，然后我们刚刚在这边施工的时候，它有第2次在快。正大的阵雨，地处土石松软，搁因为山坪的水沟啊，去互土石塌去，这个土霉沟啊水才会冲去农舍。都惊恶梦重演，区公所表示，天后天气较好，就会派人到场勘查，赶紧抢修冻土墙，也甲排水设施。记者采访报道。我来关心中立油脂有低盐物质的油，台中市府今仔日公布第3批流向，包括国强精华、绿福开发等200多间业者。另外，因为泰山送检的油甲中联留存的样本验出来有争差，卫福部讲检验的结果暂时也无要公布，会先调查过程或者是检体感受问题。泰山所检验出来的一个调和油，那么它的检验标准呢是超过我们的安全标准。中联所存留的这个样本比对，它的检验结果是正常，之间有落差，资料是不一致的。卫福部长赵宗良强调讲，检验的结果有争差，可能是咧抽样本的过程当中都有问题，或者是检体有造假情形，今嘛也未理清，一律先预防性落市。因为台中市府今仔日公布的中联第3批油的流向，差不多1305吨已经拢销去，包括国强精华、甲绿福开发等274间业者，目前已经全部拢先落市。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美国甲伊朗的战事，油源也未收煞。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停火协议破局了后，今仔日早起7点外，美军阁空袭伊朗，这已经是顶礼拜以来第3届啊。理由是伊朗又阁攻击一架经过荷姆兹海峡的货船，所以伊朗嘛随宣布要封锁荷姆兹海峡。
美军表示，这波攻击锁定140个伊朗的军事据点，规模是7天以来上大的。紧张的就是亚冠伊斯兰革命卫队嘛发动报复，攻击伫咧约旦的美军基地。因那科威特甲卡达嘛讲有拿查到飞弹甲无人机。另外，为着核武器海峡商船的安全，阿曼向伊朗提案，要甲核武器海峡分做南北水路，由伊朗甲阿曼来控制。继续，咱要来关心，伫咧加拿大东华多伦多一年一届的拉丁音乐节，11是闹节举行，有13000人来参加。不过现场却是汹汹传出枪声，造成2个人当场死亡，10个人受伤。警方初步研判，那像是有2边的人起冤家开枪，目前还咧抓人。警车同行装甲车加救护车来去，警示声为现场带来紧张的气氛。多伦多已经举办22届的街头 party， 圣克莱尔街扫沙舞节一向是合家同乐的文化音乐节。不过到当地时间暗时8点外，人阵也真侪时阵，现场却发生连续的枪声。Empecé, te lo prometo, llegamos, todavía la música tocaba, estaba bailando una canción, 2 canciones, a la hora de que llegué, que habré llegado entre las 7 y las 8 de la noche, más o menos, se acabó todo. Llegó la policía donde estábamos, llegó la policía literalmente donde estaba el DJ tocando con un arma larga como él mismo, de su tamaño prácticamente, y nada, se acabó la fiesta. 警方局部随赶到圣克莱尔大道西边甲阿灵顿大道交叉路口的枪击现场有封锁线，搁找到2支作案的枪。不过，大家认为，若一个枪手，因早就无看人影。I mean, just the brazen, despicable quality of this exchange here, the amount of danger to the members of the public, as the mayor commented, is just so unacceptable. 警方发现差不多有3个犯罪现场，而且推测可能是2派人马伫相拍。不过因为现场人真正多，调查难度真悬。多伦多市长周志辉嘛呼吁民众提供线索。I urge people that have footage or have some information to call the police. 虽然枪手拢下落不明，不过警方表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间接活动的枪手情形，所以公众安全未持续受到威胁。而且加拿大的致命性枪械暴力事件，至今也有增加的趋势。较无3礼拜前，蒙特罗早发生一件枪击案，枪手伫枪杀一个人了后，甲警方枪战，造成枪手本人死亡，甲关键一个损失，一个重伤。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这一届丰台内高市飞龙机的机抓取消都超过1400多磅，真侪人的行程拢受到影响。今麦丰台过恢复疏运，民航局派大只的飞龙机加开机抓来斗载旅客。报道柜台前人阵排正长，通机场礼拜客运量到672架次，旅客量逾55.5万人次。丰台过了后，慢慢个正常营运，旅客人数明显增加。无论是开的线还是长程线旅客，拢因为航班变动影响，无用调整后续的行程。而且还有那些沟通问题，因为当时又放台风假，所以要跟这些航空公司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住宿是本来就已经订好，但是我没办法退。所以就是昨天可能一整天都在处理这件事情。前天就在处理。礼拜上人机场的国际航班也是有取消，也是改时，真侪人的旅行天数无已经有长，不过会当赶伫礼拜转来到国内，隔天会当正常上班，旅客才较放心。对，时间就有顺利的改好的。但机票时间改了4次了，所以还是蛮辛苦的。5+2，7天。对对对。他们直接通知我们，就是直接到今天，所以就多留了1天。对，在日本多留了1天。对丰台离开偏湖航空站指出，往高雄、台南家己航班拢正常飞行，往台中、台北也有部分变动。拢总规天往本岛拢总57航班，会当提供4000外座位。现场大概还有50来位的一个旅客在等待候补，那我们会持续观察候补的一个状态。民航局讲，12伫国际线部分业者拢开大机型，飞东北亚、东南亚甲两华航线，所运因为航班取消也是延误行程的旅客。国内线部分嘛协调航空公司伫金门偏湖航线加开班机，也是加大机型，拢总14架次。礼拜5后，因为小三通复航，金门码头有较侪旅客。民航局协调航空公司台面疏运，马祖地区嘛因为气候无好，12也是停航。13拜一，除了请航空公司调度运能，也无排除看情况启动军机疏运。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风台的影响，大学分科测验改做13、14来考，也就是明仔甲后日来举行。今仔日下晡开放，予考生甲家长来看考场。明仔要考物理、化学、数学甲生物这4科。大考中心提醒考生，都要会记哩找身份证甲入场的识别证来考试。风台结了后下晡，考生调讲到师大附中来看考场。8位风台来，大学的分科测验对原本的拜6礼拜延期到平常时的13、14。大考中心开放礼拜下晡4点到6点，让人看考场。考生把握时间了解这个考场的环境。家长是讲会请假备课。小朋友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说任何事情都要先放到一边。因为延后到周1、周2嘛，周1、周2是上班日，然后就是一定需要请假这样子，就还是得要请，没办法。辛苦了，谢谢你们。慰问假日来摒扫学校的高中学生，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是到阳明高中视察考场的整备，了解设备是否都正常来使用。这等于是发考件。那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上款到新北高中视察考场的学员的情况，讲学校清理是上重要的，请环保局这单位全力来恢复学校的环境。因为8位台风刚刚过，我们从昨天半夜就连夜整理，为了应用考生能够顺利有一个优势的反省。因为明仔载要考物理、化学、数学甲生物4科的考试，教育部讲经过各考区一个确认，已经完成财损复原、市场的布置、测试这工作。大考中心是提醒考生一定爱找身份证甲入场的识别证，准时来考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伫咧咱台湾10个红婴仔内底，都有1个是早产，而且比例有愈来愈悬的趋势。这囡仔一个出世，都爱甲性命来扯拼。早产的红婴仔较有健康的风险，嘛更较需要医疗的照护。稍等的7点半，台湾技术部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囝生少的问题严重，每一个囡仔拢真宝贝。国民健康署上新的统计显示，2025年新生儿是107812个人，佮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在这当中，有11730个人是早产儿。等于是10个新生儿内底，都有1个提早出世，早产的比例嘛是逐年的升悬。安了2个礼拜，2个礼拜就是在纪云24周又5天的那个晚上，然后就早期胎盘剥落，所以就早产了。这样，那因为那时候是怀双胞胎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弟弟，那时候弟弟有生出来，但是没有救活。他真的好早，他生下来只有657克而已，非常小。生下来就是要住新生儿加护病房嘛，因为他们肺就是没长好，所以他没办法自己呼吸。今天还好吗？为什么呼吸还这么快？要努力的呼吸哦，还有大便哦，要乖乖的嘿。那爸爸妈妈会送奶奶来给你喝，可是你不能太喘哦。早产的红婴仔，因面对的不是体重不足，更有高风险的医疗甲照护的需求，需要病院、社福、教育体系做伙来守护因大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展会虽然是无列入去风台警报的范围内底，不过透风的程度甲雨量拢有达到休困的标准，所以市府决定休风台假。不过展会有发现讲，要求民众走去西仔湾取用，提醒乡亲西南部的海域展会无列伫咧警戒区，不过考虑安全，要是拢有管制。风台拄过礼拜1早起，高雄西仔湾也是有长影，有真侪爱冲影的人来现场冲影。不过前一天，高雄因为陆地风势甲雨量达到标准放风台假时阵，未暗晡有人伫西仔湾冲影，警方甲海巡接到报案来请引走。远景劝导民众上岸。昨日中央气象署公布资讯，台湾南部海域尚未列入警戒区域，因此高雄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所发布之禁止进入海域公告，当时尚未生效。海巡甲消防局讲，西南部海域10月并无列入警戒区，所以市府无公告禁制令。有网友讲风台天冲影危险，不过介意水上运动的人看法无同。不需要限制这么多，因为公告摆在那里，大家都是大人了，自己要有判断力。这个浪我可不可以？是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自己去判断的。
因认为算水上活动应该有安全判断能力，爱替家己负责。防灾海者认为，高雄11无伫咧风台海境甲陆境范围，只会让依照这方法决定是不是要管制。风雨状况预报比较强烈，而且在路上警报的警戒区就一定会公告。所以，如果是高雄的状况，就代表说，第一个风力没有那么强，因为我们不在警戒区范围，当然可以有权利不公告。因为相对的风险没有那么高，民众觉得危险就自己不要去。西雅湾普通时就真侪人来遮耍水，海洋局讲虽然无烈烈警戒，不过考虑到安全，西雅湾南海角头的海域也是有管制。海巡提醒民众，风台时啊海上变化正大、正危险，上好是莫去海边耍，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一届风台内，嘉义虽然是无重大灾情，不过嘉义山区因为有树啊倒去，甲线路地歹去，造成嘉义万外户失电，加在真紧就修理好势。另外，阿里山国家森林公园目前也是休园，会看天气的情形才来开放。台电的工程人员趁着风台影响无大，陆续出发来进行复电的工作。包围风台对嘉义地区无造成严重的灾害，不过伫嘉义县的一寡乡镇，也是有树啊、雨风吹甲断去地歹电线，加强嘉义县13个乡镇有11000多户来断电。中度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豪雨，导致嘉义山区及沿海电力设备受损，嘉义地区累计曾停电将近11000户。本处已于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台电嘉义高处指出，这个停电的所在主要伫嘉义县的中部、梅山、阿里山、大埔甲竹崎这个山区。发生的问题较侪是断去的树啊、地歹电线，也是造成电火条起去。现场加强派出50车次，100多名工程人员，伫11分点左右就完成复电的工作。电力抢修必须依据主干线、分歧线到低压线的系统性原则循序推进。无法针对个别用户单独复电。如果在路上发现有电线掉落，请勿自行捡拾或碰触，应立即拨打1911通报台电人员处理。另外，受到风台影响，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为车站就已经成休园。原本12要开园，不过阿里山区在规工累积免200毫米的雨量，向山区头目甘水造成落石的风险。所以12继续维持休园，会搁看天气甲现场状况，评估开放的时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天气啥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8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